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染病状况师傅翁仔某确定是染到Delta变种病毒，而且和幼儿园群聚感染有牵连。农委会计安省对10月开始开放带条件用喷饲猪，若准饲200舍以上的饲猪场，照规定甲喷注过就当开放用喷饲猪啊。高雄的桃湾区今仔日的梅兰冰磅坑，甲这个山放落来，甲磅坑口塌掉的，地数400位民众徛伫遐跋倒出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讲到这2个本土病例是甲新北市幼稚园的群聚感染案有牵连的。另外，讲到迄位染病状况师傅因翁仔某确定是染到Delta变种病毒，而且是和幼稚园群聚感染有牵连。讲到这个9月20过后，敢会甲防疫规划做一个调整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无要变严格拍算。国内新冠疫情14新增加5例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分别是2例本土、3例境外移入，2例本土拢是新北幼儿园规定小学的居家隔离者，按16204、按16205，分别是30多岁男性，也甲未满5岁查某囡仔，拢是做伙大的家属。因为有幼儿园相关接触史，9月初6可立做居家隔离对象，其中按16204第12出现发烧的症头，2个人拢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确诊。16205。那跟16204，这2位那都是本来在匡列的里面，所以并没有持续向社区去扩展，那都在控制的范围之内。这届新北幼儿园规定小学确认感染到Delta病毒，也扩大到邦桥某一个社区。就连去社区做装潢的翁仔某，嘛是感染到Delta病毒，甲幼儿园确诊者同款。指挥中心研判是同一个事件。整体幼儿园的这个序列都跟我们过去国内的境外移入或者是本土的群聚，主要就是屏东还有桃园机师的这个相关的群聚，以及我们所有的境外移入的 Delta 都是不相同。我之前有讲过，这是一个算我们国内全新的 Delta 的序列。另外，国内第8轮疫苗14开始做，以第2期 AZ 疫苗为主，也呼外界烦恼第2期莫德纳疫苗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开放？因为全台湾已经差不多300多万人做完第1期，对这件代志，陈时中是回应疫苗到货时阵都会赶紧开放。那现在其实莫德纳开打最大的开打的应该是在7月1号嘛，7月2号。所以7月、8月到现在9月所以接近大概是9月中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有这样的莫德纳到，我们会尽快开放给打第2剂。国内到9月20也维持2级警戒，也互民众关心是不是会持续放令，还是会因为这届幼儿园规定小学事件会变较严。对这件代志，陈时中是讲，并无变较严的准备，颠倒有可能会小可放令的做法，不过还搁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2个本土病例，是新北市幼稚园群聚感染案内面一寡隔离者，因是对阴性转做阳性的。讲到这个群聚感染案，目前已经有32个人确诊了。讲到新北市的部分，因是禁止伫咧餐厅内面用餐的限制，到9月15过后，敢会来放令呢？明仔载会来宣布。新北市也宣布讲，学生囡仔注 BNT 疫苗了后，爱居家上课2天，若准是无爽快者，会当请疫苗假。台北市是宣布学生囡仔会当请3天的疫苗假，若准有需要，也会当改做线顶上课。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案拖到社区大楼甲汤圆，则是新北市增加2例地处隔离中阴转阳，可能接触者16人，到目前累计有32人确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框内隔离，所以不具有多大的一个传染力，都是在我们的范围里面。至于这2个人以外，我们列管数是790人，本日可解隔是7人。同一天，台北市无增加个案，有一个警方系列为美国入境注过2剂 BNT 疫苗。台北市数市场愈员工确诊，可能36人 PCR 拢是阴性。新北航园 BNT 疫苗后礼拜开始做，新北市宣布做完了后，伫自线顶上课2天，若讲有无爽快，会当继续请疫苗假，无日日出缺勤记录。台北市无第二做，学生会当请3天疫苗假，有需要会当使用线顶教学。实施线上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老师随时可以
掌握并关心学生的身体状况，而且每一堂课都要关怀，若有紧急状况，要立即进行通报及处理，来兼顾学生的健康与学习。有3所学校，他们有提出说，接种完疫苗之后，有一个学校先做1天的居家授课，有2所学校他要做2天的居家授课。第1剂的接种，我们就先以目前这种方式来处理，需要请假的那就请假。因应第二塔侵袭，新北禁止餐厅内容到15。校友义讲，疫情稳定往好的方向行，要开放也是禁止15的说明。中秋烘肉新北市公有的所在一律不开放，无鼓励也无支持家户内烘肉。台北市和平公园禁止烘肉，毋过顶仔卡会当烘肉。北市提醒烘肉的时阵爱刮喙暗，食物件去厝内底食。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外务大臣今仔日宣布，要搁再捐予台湾50万ton的 AZ 疫苗，这已经是日本第5届捐疫苗予咱台湾啦。新たに台湾へ50万回分、ベトナムへ40万回分、タイへ30万回分、ブルネイへ10万回分の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日本捐予台湾第4批疫苗有64000ton AZ 疫苗，车次已经送到台湾。加上这届第5批有50万ton，已经捐予咱台湾3904000ton咯，是捐疫苗上济的国家。咱的外交部也对日本表示感谢。讲到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目前在世界在咧吞大全世界，有真侪国家也暗算讲要开始甲民众注第3档咯。不过，有科学家在咧国际医学期刊顶头表示，讲目前的科学证明，只要注过2档疫苗，就当预防重症咯。认为一般人无需要搁再注第3档啊。新冠病毒一直咧变种，安尼嘛，互真侪国家开始来研究讲要注第3剂疫苗的计划。亲像以色列早就伫8月初就开始来注第3剂疫苗，目前已经有280万人来注。其他亲像德国、法国、美国嘛开始要来加强注射。不过，即摆有真侪科学家伫医学期刊顶悬赤果尖来发表评论讲，新冠疫苗若是讲有注2剂了后，对抗这个重症的效果真好，所以目前一般的人是无需要注第3剂。We have some of the best clinical advice in the world, and I think it's only right that we listen to that and proceed as carefully as we can as we transition this virus from pandemic to endemic. 科学家表示讲，照目前看起来，平均来讲，新冠疫苗对抗重症的保护力有95%，这有包含小威力更较强的 Delta， 而且预防顶悬任何新冠病毒的保护力嘛，拢有超过80%。若是讲加强这注了伤早，也是讲注疫苗伤过侪种，安尼嘛有可能带来其他的副作用。如果你的疫苗不是那么多，那其实你把所有人打2次，基本上应付这个冬天大概也够了。如果病毒在突变的话，第3剂的好处就会再减少。那你打了2剂以后，虽然有的时候相对直接打这变种病毒的保护效果不好，但是它大部分都是轻症。如果去看住院跟那个重症死亡的保护效果的话，打2剂跟打3剂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国内医师讲，甲进前2剂甲比起来，注第3剂疫苗有可能是会有这个危险。亲像讲注 RNA 的疫苗，就较会去引起心肌炎，所以就爱较紧杂的。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农委会宣布暂停样品饲猪1个月，到今施行也半个月过去啊。农委会也考虑到饲猪场的生存，打算对10月开始开放饲猪场，若准带条件就当样品来饲猪。农委会主委陈启中表示，若准较细间的饲猪场想要剔除或者是转型，政府拢会有奖励措施。农委会主委陈启中甲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做伙去视察中部的渔港，了解建设的状况。不过，因为烦恼非洲猪瘟透过饲猪的品来传开，农委会宣布紧急暂停样品饲猪1个月，目前实施半个月了后，考虑部分的饲猪互因的生活，所以按算为10月份开始，有条件开放样品饲猪。饲猪场的猪，若是伫199只以下，也是持续禁止样品饲猪，而且会辅导因转型或者是退场。也若是饲200只以上的饲猪场，若是会当落实用90度的温度，甲品持续烘1点钟等等的规定，就会当有条件开放样品饲猪。199头以下，总共2101场。
占整个全国的在养头数大概只有2.6%，所以它的头数其实百分比非常的少，那并不会因为而影响到整个我们养猪的这一个供给。大家中强调讲会持续沟通，才来对外宣布。到时若是规模较细的饲猪场想要退场，会提供优惠的奖励，而且会优先处理高风险的饲猪场。也若饲猪协会认为讲，台湾的猪已经9成拢食饲料，辅导细间的饲猪场转型或者是退场是一个方法。也若规模较大用喷饲猪的饲猪场，只要有摕到官方检验喷有合格证明，是无理由来禁止。它原来设备是厨余的，我们会补贴它去改吃饲料一个设备的改善的转型。养猪户只是说是顺势帮忙解决部分的环保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所谓的集中处理厂，根据政府的要求来做这个资源回收，在加热处理的一个过程。台湾有2%的厨余是透过猪处理掉。今天为了防疫的需求，也许暂时性的去缩小，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厨余转做饲料系统进入畜牧业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处理路径，另外它又可以支持一个新的另外一个产业。学者认为讲，应该找出用喷饲猪更较安全管理的方法，因为直接禁止可能会造成循环经济长期等负面影响。嘛认为讲，亲像日本是甲喷集中来处理，完整来管控的模式，所以显示用喷饲猪伫好的管理之下，是会当持续进行的。记者综合报道。振兴五倍券对2支开放登记，政府也鼓励民众使用所谓版本的五倍券。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表示，有40间金融机构会参与，另外会有462万份，总共是33亿的优待活动。另外，客委会比较去年的客庄旅游券，这回金额是改做500块，数量也增加到40万份。客庄 Give me five。客家委员会配合行政院振兴措施，推出客庄券2.0。客庄券2.0每份500块，比去年龙湾客庄旅游券每份800块金额是较少。不过今年总共有40万份，比起去年的28万份是较侪。而且今年是开偌济扣偌济，免像去年要以100块做单位。我们总发了40万份，接近2亿。我们预估这个2亿，我们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产业的提升。地方的经济的活络，可以带动地方的产值16亿。去年的龙湾客庄旅游券就无实体券，采用数位发行，今年嘛相同。外界烦恼数位发行可能有部分民众不晓用，客委会讲希望会晓用的人，把规家伙仔拢带来客庄佚佗，而且数位客庄券使用是真简单，业者反应嘛真好。以前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数位券我们会蛮恐惧的。但是我们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核销上面还有收券上面，我们发现，我不用一张一张去收，也不用一张一张去点。客庄券2.0为9月2日开始登记，但是抽签甲发券的日期，搁要配合行政院5倍券政策的时间，才会当作决定。目前暂时决定开放使用的时间是11月中到明年4月底，会使伫全台有客庄券标准的店头使用。记者郭炳军随台北报道。对今年5月实行3级警戒以来，做饼业者因的生意是变甲真歹，而且这个中秋甲业绩救起来只有2成尔。那民众买意愿无讲介悬，连原料的成本也起真济。离中秋节敢若剩1礼拜，糕饼业者抓时间赶货，希望会当加淡薄仔业绩。不过受到国际海运一甲原物料起价影响，月饼类嘛是同款受冲击。有一寡店是直接起价，安尼有的是家己吸收。豆沙类啦吼，有诶无诶拢起2成起。你若正经若搁起，阮嘛是会微调啊。阮袂讲一届要起到偌济迄落，阮嘛是爱。阮家己有才有承受的迄落啦，因为即马工资你嘛知嘛足贵的啊。根据中华民国糕饼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统计，今年5月疫情3级警戒以来，糕饼业业绩6-8成，传统大节日中秋节买起有小可悬2成。疫情后消费行为有较保守，再加上今年米粉起5%，鸭卵一粒为6块起到8块，奶油甚至起5成，互业者强要支持袂了。运费的涨价哈，然后整个包材也涨价，原物料也跟着涨价哈，还有这几年的人力成本也都增加，所以业者呢这几年都比较这个经营的比较辛苦哈。所以今年部分的
有些价钱单价比较低的会反映成本，然后微调，整个单价会微调哈。业者是讲，以往公司行号伫中秋节前2个月就落单，今年毋是用礼券代替送礼，都是拖到最后才会决定购买。因为政府5月券官袂赴中秋节前发放，糕饼业者面对消费较软，原物料阁起价的双重影响，敢会当行一步算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汉光37号演习进入到第2天，国军第2作战区今早起4点实行夜间机动演练。另外，陆军干道指挥部也伫淡水河口安排战车、分把架车等等，要模拟敌军对淡水河来入侵。那讲到第4作战区下晡的时阵，也伫咧台南演练，透过战车、河坝、站岗等等，要来防止敌军入侵。但是透早4点，官兵驾驶 M60A3 战车，黑暗中伫花莲的台九线公路上来回，展开第2天汉光演习。国军第2作战区实施夜间机动演练，出动 M60A3 战车、CM21 人员运输车、甲轻型战术车24台，涉暗晡着成暗号，赶去战术位置。人车到了后，随举起贵重望风话，看机会将要占好伫阵地4公里的敌军，防止敌人进入花莲市境内。陆军干道指挥部伫淡水河部署 M60A3 战车、分把架车，要叫炮顶兵力展开作战，模拟敌军想要为河口进入大台北。军事专家分析，敌军就算顺利为河口上岸，大多数毋是重装战车，国军战力会当反制敌人。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简化真侪演练停输。淡水渔人码头这边算是一个凸体，那凸体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在海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制高点。那其实你只要能布防少部分的兵力，其实它的射界就很宽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再加强步兵班的步机枪火力啊，甚至给它配备反装甲飞弹、火箭、云豹甲车，面对当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啊，试图从淡水河口冲进来，能够达成快速的让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能够在河的两岸受到两岸的这个火力的夹击。大日头卡工兵伫台南的喜洲海埔利用大型乌头机乌防战车崩坑，架设钢刺甲肉粽架，一言组织实施，也佫利用废弃的蚵仔架当作暗号。第4作战区演练阻绝设置，防止敌军登陆进环。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尖石乡昨发生水崩山，当地居民甲学生囡仔是赶紧撤离。这段期间学生囡仔就要四散去到附近的国小上课，而且这个崩落来这土沙可能要开1个月时间才法度全部清了，甚至一个清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会继续搁来崩山。港务机入来动工，暗过溪水一直钻出来，路口引起安那嘛挡袂掉。发生伫13新竹县尖石乡崩塌以外，土石甲白河溪规个塌掉的，溪流改向冲起车路甲面街，即马处理起来真麻烦。乡长阁烦恼抢修的过程，惊还阁发生危险。是不是因为清除了以后还会有落石来坍方？所以我们会在施工的时候来继续来观察。我们也交代责成我们所有的工程单位能够注意施工的一个安全。虽然灾害发生到即马，山壁不过继续崩塌，不过抢修也是要一再小心。目前施工单位是先进行河道的引流，一定要1礼拜才有法度恢复路面通行。领96000立方公尺这土沙，乡长保守估计都要1个月才有法度清除淡沙，都是因为这个灾害范围真宽，又搁常常发生的。山壁崩落惊动附近的居民，秀兰国小的师生也是紧急逃走，场面是非常的紧张。赶快走！目前全校包含幼儿园80个师生暂时伫电波分校做伙上课。我们本校的学生数比较多，所以原来的教室让给本校的老师上，那他们就移到另外一区。所以这个就是短期的安置，不会是长久之计。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河道整治完了之后，我们就会从分校搬到本校。学校是讲教师的分配、教学进度拢无受影响，不过什么时阵会当转来原校上课，都要甲教育部这单位讨论，确保无安全问题才会当执行。不过到底什么时阵，校方面也无确定，紧食1礼拜，慢爱1个月，甚至爱搁延长。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咱来看崩山也是真严重的高雄桃园区，这无简单清出一条临时的车路，顶日煞搁互这个土沙石仔重重砍起来，而且今仔日梅兰冰磅空要崩山落来，甲这个磅空口塌掉咧，地势住伫个较内面的有400位民众左右，掉伫咧内面无法度出来。公路总局表示讲，会等山架情形较稳定了后，上紧伫明仔早起就甲这块土沙清掉啊。土石一直为山坪触到梅兰磅空口，到14磅空口已经完全塌掉的，根本就看无入口伫倒。高雄桃园南回公路100公里的梅兰磅空，好亲像受到风台影响，这2天一直有土石落落，致使着交通中断，也互桃园区附近马夫兰甲梅山3里，拢总384个居民无法度出来。希望政府赶快抢通这个道路。交通又个中断，互民众真困扰。好佳在大部分的居民伫风台前，拢还有买物件。卫生所原来有医师留伫当地。卫生所的主任已经先行到我们的老夫浪这边驻责，因此呢，一般的这个小伤还可以到老夫浪这边就诊。虽然居民暂时安全，不过南回公路事故真多，正是无简单抢通的民霸克路便道，12km土石流砍去，刷来是梅兰磅空14km土石塌去，所以夹伫中央的复兴里，不管路南还是上北，拢无法度出去。搁较山区的拉夫兰甲梅山，同款因为南回往台东的方向已经无开放，同款进退两难。下午的时候还在持续的下雨，那这个边坡也持续还在坍滑当中。那我们是希望，如果等到这个边坡稍微稳定一下，希望明天早上可以进去来做一个边坡跟坍方土石的一个清理工作。除了磅空爱赶紧抢通，公路总局这几天啊嘛拍拼伫个抢修民霸克路便道，希望争取伫20前通车。不过公路总局嘛坦白讲，实际上进度也是爱看气候状况。若做这几天啊无土石流，无定着会当提早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出手要压制房地产，就风声讲恒大集团特别倒塌，下面的投资公司恒大财富也逼出纠纷，甚至恒大财富的总经理已经把伊相关的产品全部换钱，引起投资者不满，13也包围总部抗议。中国恒大集团所属的恒大财富伫深圳总部的大厅，13聚集差不多100个投资者，要求爱恒贷款也甲赎回理财商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互示威者微调的坐伫涂骹，互人记记嘟嘟大声骂。因为伊坦白承认，早伫5月底就将家己投资的1000万人民币，这个理财商品全部赎回套现出场。虽然强调是家己厝内有急用，不过大家大了钱真生气。现在钱都可以不像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你们的心都让狗给吃了吧？恒大财富所属的理财商品9月7日出现违约无法度赎回，伫全国各大城市出现小人领钱也甲示威。杜亮13强调，公司的基本面良好，不过面临监控问题，无法度一下行400亿的理财商品，所以提出3种方案，予投资人来选，包括现金分期赎回，也甲用实体不动产抵扣等等。不过无法度得到投资者的信任甲接受。已经几千万逾期，到现在也没有付款。我现在就是要求到期的解付，对，然后没有到期的，希望他们给一个就是时间到期能够保证让我们解付，要有安全感。中国的房地产长期以高负债，用真少的资金买厝地，当局去年开始强力压价房价，所以业者资金调度困难，销售卡条的。恒大集团债务累积达到1.97兆人民币，13股价债券大落，也佫传出要破产重组。而安尼恐惊伫全国会引起真侪人失业，也甲系统性金融危机。不过恒大是讲这是风声，强调会履行责任。其他的第三商也面临同款的流动性问题。广州时代周报是报道，今年截至9月初5，中国拢总有274间房地产企业宣告破产，平均一间倒一间。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捌伫咧阿富汗做副总统的杜斯坦，伫咧塔利班坐位了后，伊逃亡去到海外，伊个人的别庄竟也去互塔利班的战士占去啊！穿插真简单野穿的这个塔利班战士坐伫个高级碰椅顶，后壁是真水的水缸，内底阁有珍贵的鱼仔。这个所在是阿富汗副总统杜斯坦伫喀布尔的高级厝地。塔利班掌权了后，伊逃去海外。
所以，互塔利班因建设着前领导阶层过甲遮尔啊富裕。塔利班讲，这都是阿富汗官员多年来贪污的结果。برای ما کوه تو جای مجلل برای ما فرق نمیکنن چون که عقیده ما با تربیه اسلامی هستن و اسلامی هیچ چیزی را نمیخواد که ما جای مجلل باشیم و خود در قرآن هستن جایی که اصلی است و دنیای فانی است اونجا ما جای اصلی داریم اینجا جای بقا و اصلی ما نمیپندار甲平常时形象差真侪，还佫有塔利班战士去喀布尔游乐园耍的情形。塔利班伫8月掌权了后，这个所在差不多拢无游客。虽然展现比以往佫较温和的形象，不过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无确定塔利班会安怎治国。فعلا که ما نمیتونیم اوضاع را پیش بینی داشته باشیم چون هر لحظه اوضاع افغانستان در تغییر است. امکانات بهتر شدنش هم هست امکانات بدتر شدنش هم هست ما امیدوار به این هستیم که با آمدن دولت جدید بهتر شود جامعه جهانی دولت جدید به رسمیت بشناسه امیدوار به این هستیم会当确定就是阿富汗妇女的权益已经无啊。官方讲女性袂使甲男性伫同一个所在工作，一旦若是有效，妇女想要担任公职、银行还是媒体这的职务，恐惊拢无法度。Men and women cannot work together, and that is clear. And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come to our offices and work in our ministries. That is also very clear. 伫这个同时，一台巴基斯坦国际航空的商业班机13平安降落伫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是塔利班接管以来头一班国际商业航班。或者是想要走袂赴走，还是讲无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民众，带来一寡希望。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新竹市长林志坚进前提出新竹县市合并议题，国民党就质疑讲，这就是为着明年选举伫咧铺路。总统蔡英文14来到新竹视察，林志坚也趁机会向总统说明。总统蔡英文14来到新竹，第一站来到国家太空中心。新竹市长林志坚甲民进党立法院总团总召柯建明嘛做伙陪同。林志坚嘛趁致辞的时阵，顺续讲到大新竹合并的目的。关键的时刻台湾优先，产业优先我们应该要很深刻的来思考大新竹的一个重组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更有影响力。接落来第2站幼稚园，总统蔡英文除了了解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也针对新竹县市合并升格议题表示，新竹是全台湾产业上重要的所在，新竹县市合并是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重大议题。那这个确实是有关国家整体规划的一个重大的议题那我们除了要考虑民意的反应之外，我们在法制面的配套措施还有。其他的因素的考量都必须有审慎严谨的讨论大新竹合并升格，市长林志坚主张县市合并，县长杨文科要点名合并，短时间内各界也未达成共识。总统的态度当尽关键，表达起来嘛相对谨慎。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针对着新竹县市合并的问题，就学者用各种的角度来看，认为新竹县市和苗栗那阵合作伙是上界好的选择。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改组六都了后，拢甲资源食了了啊，等到互无钱的县市是愈来愈散吃。那阵这政府要搁再有第7个都市，政府也着爱思考这个问题。新竹县市合并议题继续拖烧，不但针对政部民政司长的学者季准新表示，民国39年因为族群考虑，苗栗县为新竹县独立出来。民国71年，新竹县市各分做2个，尤其苗栗县虽然有自然资源，也毋过财政无好。为开发发展来看，竹苗合并是上之策。因为苗栗县本来就是和新竹在一起的，竹枝苗啊，同一发展。那么对我们西部地区啊，尤其是对整个工业区的发展会有贡献。伫这场探讨台湾敢是需要第7都讨论地方发展甲资源合理配置的研讨会上，真侪学者提起，直辖市增加为6都了后，原本期待带动区域发展的目的，其实不如预期。周边的县市变成越来越边陲，
因为所有的人流、金流、物流、这个企业产业全部都集中往直辖市来发展，这样对于其他县市来讲是不合理的。除了人口甲地方发展的主吸效应，学者也认为，即马财政制度和需要资源的散车管区，得到较歹得到有选。县市跟直辖市不能够独后直辖市，它应该是一致化。另外，中央政府必须要注意到，比较偏远、比较弱势地区，必须要更加强补助。全台都是都，只要民众的生活像都一样，老实讲，我叫做直辖市，我叫做乡，我叫县，我身为一个民众，我不是那么在乎。学者建议政府应该加入国土规划的考虑，更需要各界深入讨论，让政策的形成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寡欧洲国家有送予咱台湾疫苗，咱台湾这边国发会主委姜明兴10月也要带国内的产业代表组成65人的经济贸易考察团，要去到斯洛伐克、捷克加立陶宛这3个国家访问。另外，立陶宛要伫咧台湾设代表处，因也去到美国访问的时阵，咱的驻美代表肖比琴趁机会甲交代，而且是用咱台湾上届正办的有台湾味的亚只啊，铁盘牛排甲因交代。捷克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了后，台湾甲中东欧国家关系真好。最近有真侪国家送咱疫苗，外交部宣布依照政府的经贸战略，伫国发会等部会合作下，10月20由国发会主委姜明兴带团，佮加上国内优势产业、资通讯、电动车等65人，坐包机前往访问斯洛伐克、捷克甲立陶宛3国。所以这一次的讨论里面呢，除了刚刚讲的智慧机械、智慧城市之外，其他像是数位经济相关的、新创相关的，还有最近因为战略需求一直被拿出来讨论的生技方面的合作，也都是我们合作的重点。斯洛伐克、捷克甲立陶宛拢宣布送咱疫苗，除了感谢，也希望会当借由经贸访问团强化甲欧洲国家的经贸交流。立陶宛除了设台湾代表处，要伫秋天来台湾设处，双方进度如何？外交部表示一切顺利。立陶宛内部相关行政以及法律程序，那我们会耐心的等待，相关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在进行当中。那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这件代志引起中国的不满，唔拿调回大赛，搁伫经济方面施加压力。不过，美国甲国际拢有斗相挺，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则是敲电话予立陶宛的总理斯莫尼特，伫立陶宛遭受北京施加压力的时阵，表达美国强烈支持。驻美代表肖美琴原来接待来华府访问的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佮将台湾夜市牛排烹上道，配有立陶宛国旗特色的三色豆，用台式的风采增加双方友谊。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技术染病了后，也有人惊讲这机组人员会变做是防疫的空棒。技术工会表示讲，有技术对飞行机的楼梯摔落来，摔断脚，病院却唔予受伤的技术入去病院做检查。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伫1礼拜内找出4间病院，专门予机组人员检疫、看医生，解决医疗问题。技术工会讲，最近因为技术去为着新冠肺炎的事件，历史技术这个职业去互点油做记号，去互做乌，甚至去互歧视，造成因后需要去互医生看的时阵，就会拄着困难。最近一个华航的技术，无说是为登机的楼梯滑落来，紧急送去病院，却去互桃园某一间病院拒绝，无法度入院做检查。落尾敢若会当伫咧无任何检查的情形之下，直接控石膏、食止痛药啊。因若中央航空嘛有一个技术是慢性病患者，最近搁登去病院要做抽血检查，煞嘛是去互病院拒绝。走到台大医院的正门去，然后跟他们说明我的来意，然后过卡的时候就是有被标注是机组员，所以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连门口都进不去，更不用说是抽血或者是看诊的。技术工会表示，机组人员若是派飞，返来台湾了后，就要隔离检疫。若是伫咧检疫期间破病或者是受伤，根本就无病院愿意给因治疗，从而演变做就医会有困难的问题。我们的健保卡上面都有注记我们是机组员的身份，也有其他的组员因为长达1年半以上的时间，有牙齿部分的问题没有办法适当的去处理它，导致整个牙齿越来越严重，甚至拔掉了5颗牙齿。目前指挥中心已经甲工会讨论，针对技术就医有困难的问题。
答应讲会伫1礼拜内解决，会协调专职病院提供机组人员检疫，甲互医生看。我们一再呼吁说不得拒绝病人，我们会来指定一些相关的医院来替他们做相关的服务。医院的名单还没有确定，希望在1个礼拜以内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另外，嘛有风声讲，有技师的囝儿是社区幼儿园寄住入去学校的代志。指挥中心答应讲，会持续甲大众来沟通，嘛希望外界唔通阁甲因点样做记号，嘛唔通做误任何确诊者。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好看的电视电影，拢是用工作人员的青春甲生命换来的。经过调查，一寡影视工作者平均一天上班的时间拢是12到14点钟。经过协调了后，伫咧现场拍片的劳工，劳动部也初步同意，甲因的产业形态来做是责任制。那讲到这个责任制，就是上济一天，敢若会当做12点钟尔。2018年放映的都市爱情影集《双城故事》，看海高美国处境导演叶天伦讲，当时这个剧组等开影视会馆的缺点，控制大家下戏时间无超过劳基法上限12点钟。抓取一个平衡点啊，假设说每天12小时，其实是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我们就12小时就把它做完了。不过，碍着资金不足、演员短期小他天气等因素，影视工作者伫拍片期间伤忝也是多数。台北市电影戏剧职业工会甲劳动部108年捌展开调查，显示日工时超过8点钟是常态。24拍影视劳工平均工时拢落伫12至14点钟上侪，那14至16点钟也有18拍，16至18点钟也有10拍，18点钟以上也占4拍。我们也待过那样的剧组，是大概可能每天都在拍16、17个小时吧，就是都没有时间睡觉。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当场记嘛，然后就是等到我们现场都弄好的时候，我去叫导演，导演叫不醒，因为导演睡着了。大部分都是14以上，基本在起跳，已经到我这边去做申诉调解的，到22个小时。各工时伴随的交通职灾，搁较是一般劳工的8倍。这项职安报告统计有48拍的剧组职灾，拢是拍片过程发生的车祸。我们那个时候问过的工作人员，10个里面有7个、6个都发生过这样子车祸的状况。所以如果限制在84之1的话，然后又有所谓的法令保护，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减少了很多现场的待机状态。电影基金会甲工会大约用2年的时间推动现场拍片人员达到劳基法第84之1责任制，13得到劳动部初步同意。工会解释，想看像劳权倒退路，也毋过责任制相关日工时是12点钟，期待未来劳工甲出钱的人签约的时阵，对方别个无顾到劳基法，至少会当伫责任制的规范内，创作甲劳权之间取得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全国运动会10月16日伫新北市开幕啊！倒球队今仔日开始到10月，东京奥运选手林汶如、曾智嫣、郑怡静等等的选手拢有参加比赛。今仔日进行的是团体小组赛，林汶如所参加的台北市男子团体，郑怡静参加的台北市女子团体，拢连赢3场，拼入去前4强。东京奥运会了后，头一届大型公开比赛，郑怡静伫全运会倒球女子团体赛上场，准讲比真侪场，伊坦白讲也是紧张。因为比赛嘛，有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吧，对啊，有点不太适应，然后希望明天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一点。为台南转户籍到台北已经满3年，郑怡静头一遍代表台北比赛，就甲队友伫小组赛少年赛拍赢彰化县、高雄市，也甲台南市，得到美组第1。伊伫东澳的队友陈思武所带队新北市，也是顶一届女团金牌，同款嘛是3战全胜，得到 A 组第1。若是4强过关，会伫决赛来对战。男团方面，台北市由林汶如带队少年赛打败宜兰县、平湖县甲新北市，1点都无失分，强势进入4强。因过3场比赛一个结束，林汶如物件摕起来点点啊离开，无受访问。在会外赛一直有签球、签名，他想要休息的，他说也不签名，也不访问这样子。他有跟你讲对不对？有。就累了。对啊。
当奥会过了后，持续活动，互林文如决定先回球场。不过，对代表新北市会当伫第2点甲伊对拍，15岁的林俊杰来讲，头一遍全运会会当对拍到，感觉真幸运。要很珍惜的打，就是，能遇到他就是很幸运啊，就是能拼就拼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打奥运。甲东澳国手过招，看前辈安怎拍，吸收经验，对搁较少年的选手来讲是真特别，也鼓励家己要向奥运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学生课热结束了后，回到学校上课，不过煞有病院发现讲，开学了后，学生因为近视来做医生的情形有变较济，可能是伫咧疫情停课期间，搁再加上课热、3C 产品使用过多所引起。囡仔配合老师来检查视力，课热结束，学生拄开学这段时间，拢爱来进行身体检查。病院就有发现，因为近视的问题，最近来病院的人较济。COVID整个疫情之下，会造成说我们的户外活动相对于减少，小朋友长时间在家里做一个室内的远距教学。这2个重大的因素造成说，我们发现这1年来近视的比例确实明显的增加。有学校表示，目前伫学生的视力检查当中，确实有囡仔近视度数有增加，因为这个停课休热期间，3C 产品使用过量有关系。学校嘛开始安排互囡仔目睭休困的活动。我们就会做早自修的一个活动时间，那做分流。我们1、2、3年级他就做健康操，然后4到6年级他们就会去我们的田径场，然后各班带着去健走。家己中间病院表示。家长应该要注意囡仔视力检查的结果，若是发现有问题，一定要找医生来了解，而且嘛要有使用3C 产品的好习惯，才袂互囡仔近视问题愈来愈严重。记者梁伟霆家己报道。有真侪农民拢是用固定的时间、大面积去种同一种的农作物。伫咧斗南，就一个回乡种果子的少年人，以分配小范围种植的方式，互生产的效能更较好。那种不幸发生天灾时阵，损失的程度也减少真侪。做田人是看天食饭，上惊天气反常。若雄雄做一个风台，规年的心血拢去了了。斗南有一个回乡的青年吴柏良，伊注意到农民会大量大面积去种植的这款状况，伊想出一步来降低风险，就是分配去种，大概种较少，就通减少损失。都快收成的瓜，可能在1个礼拜就要收成的这么大颗的，就是大颗的瓜，可能就是一次的那种不对的时候，就全部就没了。我们就会变成说，缩减我们的种植量，跟分批次种植，不要一次1分、2分大面积的去种。有的毋是迄个季节大出的水果，就用温室来栽培。另外，除了分散风险的做法，乌柏良也引进无同款的品种。然后上面就直接就是把它摘心摘掉，让养分全部集中在这一颗果实上面。我们就只有照顾它。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说要让1年只有种1季的瓜，所以我会种不同的，有白色的跟绿色的，让客人比较有新鲜感。这样。万事起头有较困难，毋过头过心得过。乌柏良虽然拢无做田的经验，毋过伊下心情去研究出一套种植的方式，嘛拼出家己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伫咧高雄出现袂少非法的业者，因走去深山林内偷倒废弃物，甚至放火烧，真恶掠着人。环保局最近有出动伫现场的无人机，对空中掌握业者偷倒的时间，落尾也顺利掠着凶手啊！遥控无人机翕到这批竹篮雄雄庆出白烟，因为拢互竹篮砸着看无。这道出动着现场镜头巡查，就看到一个红点，确定有人伫竹篮内底偷烧粪扫。整个地上的烧过的痕迹。环保人员到现场发现非法业者当咧烧建筑废弃物，这是今年6月环保局伫沼庆查缉案件。业者无执照，因拢趁半暝，甲废弃物载去沼庆山林内底乌白蛋，而且佮放火烧。附近社区学校拢闻到臭味。毋过因为米伫咧山林，无人机嘛翕无，出动着现场才知影因咧变啥梦。最后业者互人罚10万。掌握可疑热点后，并于邻近道路及疑似弃置地点设置缩时摄影等，确实掌握非法弃置地点后，通知地检署。
非法业者伫深山林内偷倒废弃物，手法愈来愈多。加在环保局有科技帮忙，双方斗先发，要是抓到违法。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伫咧冰岛有一个全世界上界大的自氧化碳转换工厂，或做 CCS 工厂特别完成咯，是把自氧化碳变做是石头，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批判。装伫半空中的抽风机、随风密闭等，才是冰岛世界上大碳捕猎甲封存工厂。简单叫做 CCS 工厂的建设地，随着工程要进入尾声，有计15道的路程。一旦启用，就会当将空气中掠到的二氧化碳转变做石头，减少碳排放量。The technology we are using today is CarbFix. So this is diluting the CO2 into water, which is then pumped down the earth. The advantage of this is that it mineralizes really fast. 为了掠二氧化碳，工厂设抽风机甲离净器，空气内的二氧化碳会吸附伫其中的离净材质上。等浸满二氧化碳，会将温度提悬80至100度，就会当转做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佮甲水淋做火，调配成类似苏打水的状态，拍入涂骹底，现武岩层，将碳结成碳酸盐矿物，特别为涂骹底，佮变成气体走出来。所有的电力就以当地有名的地发电，有计这种方式当年会当转换4000吨的二氧化碳，相当790台汽车的一年碳排放量。另外，减碳的方式也可会当训练研究固定排泄地点，像德国甲纽西兰的研究人员用15天训练研究，伫特制便所排泄，分离出排泄物中的硫，就会当减少碳排放量甲硝酸盐的产生。The urea can get converted into nitrates in the soil and then go and pollute the waterways, cause all sorts of problems in the waterways. That's the direct nitrate problem in the soil. And then the nitrates get converted to nitrous oxide, which is 300 times more potent than carbon dioxide. 专家解释，这项研究大工会产生30公升的硫，根据官方数据，全球 N2O 的排出量占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5%。纽西兰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一半来自农业，主要就是甲烷甲 N2O。若讲会当有效减少 N2O 排放，对于减碳目标将有明显的效果。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6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6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是对26度到3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